美容店讚美黨大反擊後極速甩水，涉事嘅 Opatra London 香港分銷商出聲明，死撐不足一日，2間分店竟然火速封埋圍板，疑似正式執笠閃人。我哋話晒俾啲朋友聽啊，呢間千祈不可信，因為你走唔甩嘅。我咪有2個靚女喺度，成日都話幫人搽下啲 cream 啊，去眼袋啊，去皺紋啊嗰啲咯。我派嘢俾你咧，係送嗰啲精華素俾你。有冇攞過啊？唔敢啊，因為攞咗唔得住。好難走噶，即係你問佢攞紙抹啊，佢又話一陣間先啊，佢又唔俾你咧，咁你又褪出嚟咧，咁佢就話咧呢隻係好好噶。呢場風波源於網上瘋傳嘅呢段片段，一位58歲月入只有16,000蚊嘅阿姨喺沙田新城市廣場坐地痛哭，只被店員讚件衫靚而呃入鋪，入到去即時被3-4個店員夾攻，強行搽護膚品兼狂踩皮膚叉，疲勞轟炸下硬食61,400蚊卡數，阿姨而家仲要孭2萬幾利息，兼搞到爛面要睇醫生。無獨有偶，亦有網民話自己媽咪喺元朗 YOHO 分店俾店員讚對鞋靚，想影張相為由拉咗入鋪，店員甚至企圖擅自開苦主手袋攞信用卡，事主發火逃走，仲被店員踩親腳。更有網民爆料收到疑似該品牌外國高層私信，恐嚇知你屋企人喺邊，點知轉頭個賬號就甩水轉做 private。面對群情洶湧，尋晚香港分銷商竟然發聲明死撐，話所有交易都係客戶自願，絕對冇詐騙成分，仲話酌情退咗16,000蚊，反有事主唔接受兼踩上門蓄意滋擾。不過分銷商把口硬淨，身體就非常誠實。2間分店喺上週末突然落閘後，今日已經火速封晒圍板，實行走為上計。警方初步將案件列作糾紛，海關正徹查有冇違反商品說明條例。英國總公司見唔對路就極速割席，強調香港店鋪由本地公司獨立經營，推銷同退款全由分銷商自己孭鑊，並已下令對方交出報告作獨立審視。首先咧有幾種層面嘅，一個人士啦，如果喺未經另一名人士去嘅同意之下咧，就同佢有身體接觸咧，其實好可能已經有機會構成普通襲擊噶啦。因為咧，就算佢自己入咗間鋪頭啦，顧客咧究竟係咪想上面、上手等等試嘅咧，其實你都應該得到佢嘅同意。咁如果你話其實直情係有一個目的性，誘騙佢哋入店，係想令佢哋購買一啲貨品啦，咁其實都會有機會涉及商品說明條例嘅一啲具威嚇性嘅營業行為，就唔單止恐嚇嘅形式啦，其實咧仲會包括埋一啲叫做騷擾啊、威逼手段啊，或者叫做不當影響嘅一啲手段嘅。咁而不當影響咧，其實嗰個定義係好闊嘅，可能會包括埋一啲會導致可能係心理上有個壓力啊，令到佢認為自己喺一個自由決定嘅情況下受到影響咧，都係會有可能觸犯到啦。其實都可以咧採納呢個條約而去話嗰個合約咧係唔成立，係一個可以被撤銷嘅合約嘅。咁而你話係咪企圖盜竊啦？咁其實咧，因為佢當時究竟隻手係伸咗入去，打算攞埋張卡機去碌啊，定係咩情況咧？咁佢張卡係咪只要一碌就係會攞到錢咧？咁似乎就都中到嘅。咁嘅話咧，其實都加埋有機會係可以構成企圖盜竊噶。行商場搞到變困獸鬥，真係防不勝防。下次遇到3唔識7嘅人行埋嚟狂讚你，大家記得打醒12分精神，千祈唔好飄飄然跟人入鋪啊！Techline 繼續同你 tag 進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